Hello 大家好 ，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， 好歡迎大家再次返到嚟我呢條頻道。首先呢，要講一講林作啦。如果提起林作嘅話，都會好不其然咁諗起裕美嘅。咁但係唔知點解呢，佢突然之間呢喺 IG 嗰邊發咗個 post， 而呢個 post 呢好奇怪，提到嘅嘢呢就係7年前狗仔隊第一次發現影到佢哋嘅，應該就係屬於拍拖嘅照片啦，仲寫埋本人呢要鄭重宣布，由即日起呢，佢本人林作呢就唔會再同和田裕美有乜嘢共同商業上嘅合作噶咯。除咗早前已經接咗嘅 job 啦，咁佢依然係會對嗰啲商家呢負翻應有嘅責任嘅。咁即係咩啊？即係話如果之前簽好咗、傾好咗嘅工作呢，可能佢會自己同嗰啲商家和解或者商討點樣解決啦。林作亦都唔會再接受一啲廣告或者其他商家呢嘅共同邀約，希望能夠做到呢工作上河水不犯井水，箇中嘅原因一言難盡，沒有必要呢，不希望再多講啦。以此為證，咁林作突然之間出咗個咁嘅 post 啦，梗係好大嘅迴響同埋好大嘅 noise 啦。咁話明抽水王嘅林作，究竟係想引人注意啊，定係7年肯養呢？抑或係工作上面有錢銀嘅拗撬而產生咗唔能夠達成共識，所以就嘈起上嚟呢？但係好似過往嘅記錄裏面呢，好少可會咁樣發出一個聲明嘅。但係出咗呢個 post 冇耐啦，即係事隔1日到啦，林作又再次出另外一個 post。咁呢個 post 呢，就話自己呢本人鄭重向和田裕美呢道歉，因為琴晚呢就飲醉咗，飲得太多，一時意亂情迷呢，無法抗拒美美對本人之合理嘅批評啊，一時反應過大呢，反倒罵返美美，造成大眾嘅不安。咁即係咩？佢哋有拗撬啦，首先係阿裕美鬧獲佢勁啦，唔知踩到邊一條總掣或者邊一條筋啊，跟住就突然間林作發威啦。又鑑於此本人作為不情願的公眾人物啦，明白自己的社會責任，在此呢深表歉意，並承諾好好愛惜自己嘅另外一半啦。床頭打交床尾和，本人實在沒了他不能活啦。咁就係出咗一個叫做道歉嘅聲明啦。原因就係因為嘈交，咁可能飲咗酒呢，意思就係醉酒之下呢，作出一個咁嘅動作，向外界呢公佈咗或者發表咗一段咁嘅 post。首先呢，如果真係理由因為係醉酒，所以先出呢個 post， 而大家都睇到啦，佢個 post 咁公正啦，你話佢飲醉，醉極都有個限度啊。而佢註明啦，一啲工作要分返開啦，河水不犯井水喎。咁亦都可以顯示出啦，係咪關工作上嘅事宜？而因為咁樣呢，唔同嘅意見就有拗撬。美美即係裕美啦，對佢十分之不滿啦，就開始嘈起上嚟啦。雖然佢已經出咗個道歉聲明，即係和好如初啦，咁但係你知打爛咗嘅嘢一定會有裂痕噶嘛。咁調轉諗翻，抽水王究竟係想攞一啲 focus 去吸睛，等人注意下啦，定係另外內裏有啲嘢呢？喺呢個時候兩個會咁樣嘅話，咁我哋大家一齊分享或者係估下啦。咁究竟會唔會係因為之前裕美同阿五索合作嘅事啦，林作啦又有份幫手？之前啊，林作亦都因為呢件事仲俾人傳出佢係軍師呢。我意思係佢哋嘅關係，林作係背後嘅軍師啊，費事人哋誤會我講緊另外一位啦。而當其時林作亦都較為大反應同緊張，咁究竟會唔會係裕美同五索嘅關係而林作覺得唔妥呢？大家唔好唔記得啊，一個抽水王嘅林作，雖然每次都抽着火水，
但係好奇怪啊，林作呢個人俾我嘅感覺啦，佢可以兜兜轉轉串連埋鑽石山嗰個，佢模仿佢嘅衣着而俾人搞到連保險冇得撈嗰個事件啊，仲記唔記得？最後啦，嗰位光頭 K 亦都證實咗自己揸一啲顏色卡嘅，而呢，喺蔡天鳳呢件事件裏面呢，佢亦都一粒字都唔夠膽提，或者唔夠膽抽水嘅喎。之後就發生咗 JPEX 事件啦，到再嚟啦，就發生咗乜嘢啊？阿黃青霞啊嘛，李龍基啊嘛，佢仲話請阿李龍基擺19區嘅婚禮呢。林作講嗰日仲要係4月1號嘅愚人節啦。跟住啊，輪到伍索啦，佢改伍索呢個名噶嘛。咁以上講出嚟嘅嗰啲事件啊，會唔會藤楞瓜瓜楞藤？覺唔覺得有啲奇妙嘅關係呢？大家唔好唔記得，林作曾經都向阿河馬招手嘅噃。雖然呢，林作自己都承認係半個屬於公眾人物嘅人，但係每次咁啱得咁巧，又係好不其然地呢，將一件事一串起嚟，又好似有啲嘢咁咯。林作係咪意識到某啲嘢，又想作出一個華麗嘅轉身呢？咁今次佢出咗一個咁嘅聲明啦，其實到而家都聽唔到余美有啲咩回應，比着以前呢係耍花槍嗰啲呢，係會第二日就有回應，有 feedback 講返佢，好似打波你打過嚟，我啊猜返過去咁噶嘛。所以今次我自己覺得啦，會唔會係真係有啲嘢，佢哋真係嗌交呢？但係我覺得呢對孖寶都幾犀利啊！不知不覺呢，原來已經拍拖一齊，直到今日為止已經係7年。咁諗返起，究竟我講到呢度為止呢，大家又覺得佢哋有幾多嘢係關聯嘅呢？最近真係好似少咗伍索嘅資料或者資訊，係咪佢個網紅計劃打消咗啊？定係點呢？要得閒跟進睇睇先得。唔通所有嘢真係好似阿峰哥咁講，啲水係好深？哎呀，真係好似好危險，驚啊！咁我今次呢，分享到呢度為止先，希望大家滿意收貨咯喎。咁記得如果鍾意我呢條 channel 啊，麻煩大家撳 subscribe、like and share。可以嘅話呢，去我個貼文嗰度撳返我嘅後備頻道支持一下啦。咁下次再同大家分享個唔同嘅話題，喺度講一聲拜拜。